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2月2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第102年成立的安南病医，是全国第一间由地方政府承办的 BOT 案。5年来，持续引进上新的医疗设备，打造舒适的医疗空间，而且在医疗服务甲研究顶面，也拢展现真好的成果。上午包括代理市长李梦燕，甲多位民意代表，拢特别前往祝贺病医欢庆5周年。南台湾第一间由地方政府甲医疗院所做伙合作的 BOT 成功案例安南病医，上午热烈举办5周年义庆活动。院长林瑞模强调，病医的经营有袂当失败的压力，所以伫短短当月的时间，就完成第1甲第2医疗大楼。伫建筑也就是设备的部分，拢持续咧更新当中，所以对着病医行过第1的5档是非常重视。那所以这个是一个惊喜哈，那这个惊喜我们势必一定要把它完成。那选在这个5周年办的比较大哈，是因为听说哈医院如果撑过5年以后，它就不会倒了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办了一下。那其实这个当中非常多人的帮忙，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哈。代理市长李梦燕也特别前来祝贺，肯定安南病医会当以公益甲公众服务为第一优先，照顾到安南、安定等地区的民众。经俄罗病医得奖无数，是分嘉南地区唯一摕到 JCI 国际评鉴的医疗院所，相当无简单。我想当时谁要照顾像安南区、安定区等这些地方的这个市民朋友的医疗的需求。所以用这个 BOT 的方式，那感谢中国医药学院来投标，来投标来参与这个 BOT 案那我想经过这么多年的辛苦，那也这个5年前开始正式的营运正式的经营，那很快5周年那我想这段时间确实是提供给我们台南市民非常优质的医疗的服务。那刚刚听院长讲，也已经在去年转亏为盈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示你们的经营团队真的很用心，那也提供我们市民非常优质的一个医疗的这个服务。伫咧义庆的活动当中，多位伫安南病院出世的囡仔，也特别回来到病院庆祝病院5岁生日。连义方也特别送伊一份大礼，做伙欢度这个特别的日子。但是，嘉山郭博义采访报道。基美病院配合2月4号世界癌症日，特别伫门诊大厅举办抗癌活动，透过参观游戏、卫教咨询、甲防癌健康操等轻松趣味的方式，来增加民众对癌症的认知甲观念。基美病院响应每一档的2月4号世界癌症日，特别结合家庭医学部、营养科、癌症中心、中医部等跨科部单位，透过参观游戏、健康操等多元的方式，来宣导癌症的预防，以及教导民众建立健康的饮食生活。癌症是台湾人民健康最大的敌人，已经连续35年是台湾10大首因的首位，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维护健康，避免癌症的发生，或者早期筛选癌症、早期治疗，就能够让我们活得更健康。2月4日是世界癌症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来宣导大家来防治癌症、预防癌症。那我们今天办的活动，那么有响应活动，有健康操，还有闯关游戏，欢迎大家一起来防癌。当中，一位透过卫生所检查，才发现肿瘤的李小姐，伫确诊是鳞癌第1期以后，持续到病院追踪治疗，再搭配健康的饮食，到达拢无复发的情形，所以伊也用自身的案例来鼓励大家。其实只要事先做好，平常有做健检的习惯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善用这样的一个社会资源。那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都还是能够恢复到健康的生活的。
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自己的健康。除了透过趣味活动加强民众对眼睛的认知以外，现场要提供4项眼睛的体检甲咨询，希望民众会当达到提前预防的效果，并且用积极的态度来提早发现、提早治疗。咱新闻站上郭博义采访报道。虎城之声广播电台号召听友一组购买生活用品，连续17档寒冬送暖。今年同款关怀给收入好，大约有900户收到物资，拢非常的欢喜。永康区的小东路顶出现上百公尺真长的排队队伍，虽然天气寒，不过排队的民众大家拢充满期待，因为每一档这个时阵，虎城之声广播电台针对低收入的家庭，拢会寒冬送暖，已经连续17档无断过。我们今年准备了900份的物资要发放，对，大概都是些什么物资？都是一些像沙拉油啊、高丽菜酱油的民生物资，还有一个红包。发放的对象呢？发放对象为台南市的低收。是针对低收入户就对了。每档的寒冬送暖是由电台号召听友一组来购买生活必需用品，针对区公所核定的低收入户，互因伫过年前也当感受到外界关怀。今年为附近各区公所得到的低收入户资料，大约有900人，因也准备好相当的份数来发送。为历年的数字来看，今年受帮助的人数比去年较少，互工作人员较轻松一点啊，心情也较欣慰。咱的新闻综合报道。0206大地震将要届满2周年，为伫维馆大楼附近的检议员国国文服务处的执行长陈宗明，伫这个时阵特别站出来向市府呼吁，购买地震体验车来作为地震防灾教育的宣导工具。2006大地震造成维馆大楼倒去的事件，真侪人也阁非常难忘。历历伤痛过后，未来面对地震的灾害，到底要安怎应变，也是真重要的课题。同时，伫事发地点附近的真议员国国文服务处执行长陈宗明就呼吁市府参考日本的做法，用地震的情况来购买地震体验车，向民众宣导防灾的观念。日本的地震体验车里面它的设施除了里面可以模拟各种地区，包括日本很多的震央的地震，还有包括我们台湾的921大地震，甚至0202的维馆大楼倒塌的地震的模拟的样式，而不是左右横跨而已。以外，它本身还是当一个发电机，然后呢，它还是一个360度的照明，还有它还是可以当做一个临时的避难馆。那所以它除了是地震体验车以外，它还能深入社区、深入去教学，甚至呢，它还能协助我们的救灾的工作。我们呼吁台南市在经历了这么大一个灾难了以后，我们不希望灾难会2次来临那地震是天灾，天灾何时降临我们也不知道。那我们要防范未来，唯有从下扎根。维馆受灾户洪嘉义也体会到台湾人对着地震防灾的观念明显不足。相对之下，日本的防灾教育是自细汉就向下扎根，所以希望台湾会当透过各种的做法来加强个人的防灾意识。台湾人的对防灾这种观念，其实还是蛮没有说非常的普及化，所以比较希望的就是说，希望有这种地震的体验车，可以让从我们就是从小就去做扎根动作，让小朋友可以从小就知道说地震发生的时候，他该怎么去做避难、去做逃难，可以保住让自己可以自保，这个重要性才是可以永续的。陈宗明认为，透过地震的体验馆进行防灾教育，并无法度达到全面化的宣导。不过，若是利用地震体验车，将会当成立各项电池，和防灾的观念更加普及。未来万一伫灾害来临时，将会当将伤害降到上低。咱新闻正山郭博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者，马上转来新闻现场。
车哈，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2018台南艺术节将于3月8号展开，总共有106场的精彩节目。上午代理市长李梦燕、文化局长叶哲山，甲侪表演团队拢出席记者会，来为台南市这场盛大艺术响应做宣传。将要伫咧3月份登场的台南艺术节，今仔日由市府文化局召开正式记者会。今年总共有45组来自国内外优秀的表演团体共享盛举，表演场次达到106场。对3月8号到5月27号，将近3个月丰富的艺文响应，有音乐性的，也有创作舞蹈，甚至是趣味的脱口秀等等。文化局长也一一介绍其中大家来欣赏的节目。那今年的节目总共有41个档次，有106场的一个节目。那么每年我们都会觉得说啊，节目好像有一点多，希望再把它浓缩一点，但是好像很困难。总觉得这个节目很好，那个节目也很好，很难取舍。所以大概每年维持的档次大概也都有40-50档，那超过100场的一个演出。这届的台南艺术节以做自己最前卫为主题，就是希望会当行出台南的文化高度，和台南特殊的文化气质发扬出去。我觉得有3个特色啊，一个是国际化啊，所以我们有很多国际的这个展演的团体啊，包括百老汇的这个猫啊，我想这个剧场这个剧已经是世界知名啊，耳熟能详。包括维也纳室内音乐乐团啊，还有很多国际的展演，包括荷兰、法国来的这个剧团啊，我想可以让我们开阔我们的这个艺术文化的一个国际的视野。那第二个是传统跟前卫兼具啊，所以这个武兰明花园的但是你这个传统的戏剧，可是也把它前卫国际化，也包括秀琴啊，包括我们的掌中戏团。我想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艺术、传统的表演艺术能够更加的升级，更加的也把前卫的元素加进来。那第3个就是非常浓的台南味，浓的台南在地的，包括在地的团体，包括我们展演在地的素材，还有甚至在地的食材的这个融入在这个戏剧里面哈。我想这些就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台南艺术节的3大特色。这届也邀请了 La La Land 越来越爱你这出伫咧去年大受欢迎的电影交响乐团来台南表演，国际级的精彩表演一出又搁一出。同时伫咧这个拜六拜日，台南文化中心也搁有推出艺术市集，互市民朋友会当一概了解这届咱2018台南艺术节所有节目细节。台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用专利食材伫大台南真出名美食创作家挑大师，伫过年前特别准备侪伊所创作的食材，免费招待台南市老麻之友协会，互因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因为希望社会上脑神麻痹的朋友会当伫咧年关将近的时阵，享用到一顿好料的。在地知名美食发明家挑大师廖胜芳，特别以伊家己发明的特色健康智慧食材，准备了满满一道，而且用健康的汤头来去煮，和一寡脑麻之友食看卖啊无共款的好滋味，也感受社会对因的关怀。那这次
因为尾牙也到了，我们要想说把这个最好吃的这个火锅啊，能够在志工的带领之下，还有社工的带领之下呢，能够安全的食用哈，可以享受到我们一般正常人可以食用的东西哈。那今天的东西非常特别，因为所谓开智慧，就是让老马吃友能够变得更聪明啊哈，因为它叫智慧火锅哈，它是一口多吃的食材。那今天准备总共有12道。由我们的老马之友，由志工老师啊来带领他们，还有社工一起来为他们的服务哈，一道一道的享用哈，这个也是一种教育哈，这种教育能够走到户外来百货公司能够享用这样的一个美食。这些脑性麻痹的朋友，拢是第一届食到跳大师的料理，每一个拢学了有够好食，而且也食了真满足。大家看见桌上那么好的那个菜色哈，都非常高兴，所以他们现在就在那边品尝这美味的口味啊！我个人吃啊，也觉得第一汤头赞啊，从来没有看过火锅料有那么丰富的，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孩子来这边，大家都吃得非常高兴。再次的感谢挑大师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感恩。跟挑大师说，今天我们带我们的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的这些学员一起来这边，大家可以快快乐乐的像在吃尾牙这样的一个方式。那平常的话，今天我们现在带来了20位20位我们的脑麻的学员。那现在在这里呢，刚刚他们看到这些食材，觉得非常的特别。那透过挑大师的解说，跟大家说，这个食材要怎么去吃它，怎么去享用它，那让大家会觉得哇，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棒的一个食材。这么棒的一个体验，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受到邀请那我也邀请了我们的台南市脑性麻痹之友协会的这些学员一起来品尝我们这个很好吃的美食那也祝大家能够过一个快乐的年。挑大师也表示，伊希望用家己安尼简单的善心行为，会当抛砖引玉，互更侪人做伙来关心咱台湾社会上的弱势。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知名烧肉品牌第18间店正式进驻台南的百货公司，业者也顺势推出头前3天8折大优惠来做促销，一开卖就吸引大批消费者上门交关。受到消费者喜爱的烧肉品牌，6月份正式进驻台南大湾北，成为全台第18间分店。为了庆祝全新的开幕，业者推出前3天8折这个大优惠，经规划赠送消费满500的和牛兑换券，要来回馈给消费者。这家干贝烧肉居酒屋的话，是我们在台湾的第18家分店，也是台南的第2家店这样子。那我们想要传达的话，主要的话就是。希望说就是在这边的客人的话，就是我们秉持的是一个一起一会的精神。然后那在这边的话，我们除了来到这边是一种缘分，那我们希望在这边的客人可以就是跟我们一起共创回忆这样子。对，那我们主要的招牌活动的话，像有8点干杯活动，有星星五花肉的活动。那8点干杯活动的话，就是每天晚上8点钟，然后就是所有的客人的话在这边。然后就是每桌会有不同的庆祝的理由，然后一口气把饮料喝完的话，我们免费再送1杯这样子。那星星五花肉的活动的话，就是如果在店里面的话，2个人接吻10秒钟的话，我们用拍立得把它拍下来的话，就会有赠送1盘五花肉这样子。对，那照片的话会贴在店里面，那也希望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回忆这样子。对，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在这家台南成功店开幕之后，那因为是我们第18家分店，那所以我们在2月1号到2月3号的这段时间，那我们会是做82折的活动，全单82折，就18%的 off 这样子。然后接下来我也会送出我们的就是招牌的，就是和牛6五花的兑换券。怀旧的气氛加上美味的料理，嘛，互这间烧肉店充满着互人想买干杯的感觉。民众后盖若想要聚餐，会当考虑这个新选择。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40分有是乌阴的天气，温度13度到16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7级到8级，上大阵风是10级。感谢你收看2月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